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8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印度。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印度的啊？反正一聊到印度啊，以前啊，我的脑海里就闪出恒河水啊，那个污浊不堪，印度人在里面又是喝又是洗的，然后脑海里闪出那种在河边上烧那个尸体火化，然后那个人们坐在地上，每个人面前放着一个盘子，然后那个有人就开始往他们盘子里面倒东西啊，咖喱加上什么，然后他们拿手抓着吃啊，脑海里都是这些东西。简单点说啊，就是带有滤镜，所以对印度啊就了解的不够全面啊，甚至有深深的偏见。我记得那个哪吒2那里面那个申公豹说过一句话吧，说什么人心中的成见啊是一座翻越不了的大山，是这意思吧？也就是很长时间里面啊，我对印度啊是有滤镜的。一说到印度啊，我就觉得它就是这样，然后就是种姓制度、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是这样的吧？但实际上，印度肯定不是咱们了解的这种片面的。某种程度上啊，印度啊，它也以它的姿态在世界上慢慢崛起。它的标志之一什么呢？标志之一就是它现在越来越重要，就是谁都得拿印度当盘菜。哎，这个你不能否认。无论是俄罗斯还是美国，还是欧洲、欧盟，当然包括大国，都不能小看印度。所以我们有必要啊，了解一个真正的印度。今天这个财新周刊它有篇文章。这个报道叫把脉印度经济前路。你说你财新周刊你不把脉中国的这个经济前路，你到把印度的脉，是不是把错脉了？他说啊，印度何来内忧外患，路在何方？问印度路在何方，那就说明印度啊也遇到问题了。发展中国家啊难免会遇到一些新问题。他的文章说啊，谁能想到从被认为是主要国家中被美国加征关税税率的最低国家之一，到遭美国加征最重关税的国家之列，印度成了特朗普此轮关税风暴中受伤最重的国家啊！你现在说印度啊是特朗普贸易战这个受伤最严重的国家，我觉得为时尚早。特朗普这个人不着调，善变多变，所以说印度是最大的这个受害国，这个恐怕言之太早。当然了，印度不舒服那是肯定的。8月27号，美国向印度大幅加征50%的关税，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日签署行政令，以印度用直接或间接方式进口俄罗斯石油为由，对印度输美产品征额外的25%关税。这将叠加于美国对印度输美商品8月7日开始征收25%关税之上，使印度承受的输美关税达到50%。随着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原定于8月25日至29日前往新德里的行程取消，美国对印关税可能在生效前下调或推迟的希望也随之破灭。2024年，印度对美国出口占到印度整体出口的18%，其中纺织、服装、制鞋等产业出口至美国的比重更高达50%左右。50%的关税将对印度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就业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啊！这种体会啊，咱们应该叫感同身受，所以这个没必要去过多解释了，对吧？不要以为印度靠内需啊，印度人家也是靠外贸，对吧？外贸也很重要，那他外贸受阻，他日子就不好过，跟咱们也一样。外患之外，印度经济也有内忧。截至3月底，2025财年，印度 GDP 增速从2024年9.2%下滑到6.5%，为疫情后4年来最差的增长表现。其中，印度政府着力推动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下滑至12.5%，为1967年以来最低。这个啊，印度的 GDP 6.5%，这个数字还是非常亮眼的，对吧？比咱们的5%要高得多啊，那比欧洲那些人1%的更高了。但是啊，它是从9.2%降下来的，这就像一个火车本来跑得特别快，突然速度慢下来了，只要慢下来就受不了。这个咱们也是感同身受。你看咱们的 GDP 5%，那也是相当可怕的，因为你的体量大，你还有5%的增长，但是我们体感5%的增长就感觉日子过不下去，所以我们也能理解印度啊，它从9.2%降到6.5%，它也日子过不下去，它受不了啊。长期以来，印度引以为傲的 IT 服务业外包，如今则居于遭 AI 浪潮冲击的前沿。印度市值前3企业最大 IT 企业叫塔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7月27日宣布裁员1.2万人，你看看，对吧？这就跟咱们那个什么阿里啊、什么腾讯、京东啊，对吧？就是咱们的移动互联网行业裁员是一个道理嘛。你想想，它这个1.2万人，这
这个岗位，那在印度呢，妥妥的都是高薪岗位啊，就像咱们的大厂提供的岗位一样。受信息技术板块近一年的下跌拖累，印度股市成为过去一年表现最差的主要市场。随着特朗普升高关税威胁，服务业出口创汇下滑，而制造业零部件的进口需求不减，卢比对美元汇率近期跌至历史新低。印度央行前行长美国芝加哥大学杰出金融学教授拉古拉姆拉詹接受财新采访时表示他说印度预计将在未来1-2年内超越日本和德国，成为全球第3大经济体，这也很厉害啊，第3大呀。但是当前6%至7%的 GDP 增速水平叠加强调制造业而非服务业的增长模式，不足以给庞大的劳动人口提供足够就业岗位。拉詹直言，印度急需改变过去几年靠关税补贴支持国家冠军企业发展的模式，而应着眼服务业发展及相关教育培训，并与中国等国改善关系。危机已经促使莫迪政府开始行动。8月15日，总理莫迪在长达103分钟印度独立日演讲中宣布了商品和服务税改革，力图通过减税为民众减轻数百亿美元的税收负担，以提振国内需求。你看看这2个印度遇到问题都差不多，这印度也是要刺激消费，也要提振国内的这个消费需求。今年2月，穆迪访美，成为特朗普重返白宫接待的第4位外国领导人，也是日本首相石破茂之后第2位大国领导人。双方当时表示期待将美印双边年度贸易额自1900亿美元大幅提升至2030年5000亿美元的水平。然而，美国骤然对印度加征50%的关税，令印度如巴西一道成为当前承受输美关税最高的国家。你看看，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对吧？半年前还说好了相约，对吧？2030年咱们这个贸易达到5000亿美金要翻3倍啊！结果半年之后，咣当给人来一耳光，这就是特朗普干的事。当然了，他的借口是印度采购俄罗斯的这个石油，然后倒卖，从中牟利，大发战争财，所以要制裁他。印度外交部迅速反击，称此举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称，如果理由是石油，那么还有其他大买家。这个大买家是谁？大家都知道啊。然后说美国双标，对吧？你为什么对那个大买家不敢动手呢？柿子尖软的捏是吗？然后这个苏杰生还说他如果理由是谁与俄罗斯的贸易额最大，俄罗斯与欧盟的贸易额比印度贸易额大得多。确实欧盟和俄罗斯之间贸易并没有断呢。从纯经济角度看，停止购买俄油对印度来说不会是灾难。拉詹分析他说目前国际油价仅比印度从俄罗斯获得石油的价格高4美元，仅有6%的折扣。但在政治上，美国对印度的做法相当于把枪架在头上。印度若公开决定停止购买俄油，会在印度国内被视为向美国压力屈服。也就是说，这个是关乎面子的问题，关乎国格就是你不能，你一让我不买我就不买，那什么叫独立，什么叫自主？印度也要面子对吧？人家在国内也要交代所以说你越不让我买，我越要买。但实际上我可以肯定的说，印度一点都不傻，美国给他施加压力，不让他买，对他2级制裁，那他反过来一定会让俄罗斯给他便宜，没有那么傻说俄罗斯不便宜，完了之后那边美国在收他的这个2级关税，制裁他还跟俄罗斯买，他那是脑子有病什么？他肯定是这边要俄罗斯降价。总之，在美国这儿的损失，在俄罗斯这边要补回来。印度驻俄罗斯大使库马尔近日表示，他说尽管面临美国压力，印度仍将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在拉锯之中，折中之策也在浮现。近日，印度已传出拟减少对俄罗斯石油的采购量，以对美国做出温和让步，但同时将表明无意切断与莫斯科的关系。两国间另一主要分歧是美国要求印度开放涉及近半数印度人口生计的农业和乳制品市场，这个就动了印度的根本了你看印度跟咱们可一点都不一样印度它农产品也是出口印度的面积是咱们的1/3吧，人口比咱们多，但人家农产品为什么呢？就是老天赏饭吃，对吧？人家产量就是高，可耕种面积也大，完了之后那个稻子能种3季，降水充分那这个跟美国就干上了。咱们是什么，对吧？大豆什么菜籽什么意思？反正咱们是农产品的进口国，咱们确实也需要。那印度人家自己有你让他开放，对吧？那
它能跟美国的那个农产品比吗？美国量大便宜，对吧？这个印度的农民利益就得不到任何保障。若美国对印度施加50%关税全面实施，印度今明2年的 GDP 增速将各下降0.8个百分点，长期影响可能更大，因为高关税可能会削弱印度作为全球新制造中心的吸引力。拉詹认为他说特朗普的政策进一步印证他在2年前提出的判断，即全球保护主义抬头，让依赖低附加值制造业出口经济体发展路径更难。他认为印度当前确有必要改善营商环境来吸引外资，包括减少对中国企业的投资限制。2020年4月，印度政府出台外商投资新规，要求与其接壤的国家企业在投资前必须经过印度政府审查、投资审查、突击查税等营商环境问题，令近年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资就是 FDI 难言理想。我们总认为外资从咱这儿出去了，咱们这 FDI 也在下降，对吧？高质量的多了，低质量的都走了，低质量走了去哪儿了呢？那我们就认为他去印度了，越南。结果到印度一看，印度人家也为 FDI 挠头外资没来，那去哪儿了呢？2025年印度的总 FDI 流入同比增长10%，但净 FDI 暴跌96%，是什么意思啊？从前一财年的100亿美元降至3.53亿美元，创下历史新低。那印度的宣传部门，对吧？没搞懂这个，应该理解为高质量的增加了，对吧？低质量的减少了，所以创历史新低。这么一解释，印度人接受起来一下就好多了，对吧？叫提质增量嘛，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为缓解 FDI 低迷，印度政府最重要的智库于7月建议放宽对中企投资的限制，并认为低股份的投资不应再需要任何政府批准。拉詹6月亦曾对印度媒体表示，印度政府需要管好税务部门，得有所管控，不要再对企业搞突击查税，这会扰乱企业多年的经营。政府内部也有人对此表示担忧。拉詹对财新解释他说遭遇突击查税的不仅仅是中国企业，其他海外乃至印度本土投资者也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即使司法系统驳回征税要求，但司法流程耗时多年，会给企业经营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同样，在规章制度方面要营造公平环境，不能突然出台一项法规，只为了扶持印度本土龙头企业，损害已进入印度市场的外国企业利益。他说，目前留在印度的中资企业倾向于轻资产布局。截至2025年1季度，受监管、战略和运营多重因素影响，中国智能手机品牌的约66%的制造业务已经外包给印度本土企业，应该允许中国企业来做 FDI 并予以公正对待。一个理想的办法是，中企与当地企业设立合资企业，让中企从印度市场获益，印度企业也能借此学习成长。中印需要在完全不信任和完全信任之间寻找一个平衡。7月14号，舒杰生访华，就是印度的外长这是时隔5年来印度外长首次访华。印度驻华大使馆宣布，自7月24日起，中国公民可申请旅游签证到访印度。这是自2020年印度暂停发放对中国公民的签证后，时隔5年首次恢复向中国公民签发旅游签证。这一下想去喝恒河水的可以去了。财经网说经济内忧为何？说印度它也有内忧。说在特朗普祭出高关税前，印度经济已现裂痕。2025年印度经济实际增长率为 6.5%， 尽管认为主要经济体中最高，但较2024年 9.2% 大幅下滑。制造业占比下滑所折射的是，尽管一些制造业因印度政府补贴因素转移到了印度，但制造环节仍以组装为主的现实，大量高价值的零部件、资本品仍需从印度以外进口，因此制造业创汇能力较为有限，而进口需求依然高。印度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对黄金、电子产品和资本品的需求也在持续增长，这令印度的贸易逆差近年扩大。过去1年，卢比表现也是全球前10大经济体货币中最差的。在多数货币对美元升值时，卢比反倒对美元贬值近 5%。印度的通胀自2024年第4季度开始持续下滑，过去几年约 6% 的，到2025年7月跌至 1.6%，8年来最低，且最近数月均低于市场预期。什么意思就是印度7月份这个 1.6% 的通胀实际上它就是经济通缩。你看看两个印度差不多了，都遇到了通缩。过去数十年，印度以出口 IT 服务闻名，2020年到2023年，专业服务和
管理咨询服务，出口增长更快，年复合增长率达到31%。跨国企业纷纷在印度设立，统称为全球能力中心、大型研发和设计机构。印度拥有约1600个，就是全球中心啊，占全球总数40%。2024年，这些全球能力中心行业啊，在印度新创造岗位28万个，这28万个岗位呢，都是高薪岗位啊。他说，然而今年以来，市场担心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会冲击未来印度 IT 服务竞争力，加剧了外资撤出的意愿。印度的制造业占 GDP 比重不高，外汇收入高度依赖服务业，就是 IT 外包啊，这也令汇率承压。传统上，印度的服务出口增势常年好于制造业。印度在全球服务出口中的占比从2013年3%跃升至2024年的4.5%，而制造业出口占比则一直徘徊在1.75%左右。印度有一个南部啊，靠近海边啊，它有个城市叫班加罗尔，就是我们印象中印度就是德里，这个新德里，还有一个叫孟买。但是啊，印度那个电子产业，就是那个 IT 行业最发达的，实际上就是班加罗尔，那个号称啊印度的硅谷，这将加剧印度在就业方面面临的挑战。2025财年，印度整体失业率在5%到8%区间波动。那个班加罗尔的地位啊，有点类似于深圳，但是我们只能说就是类似于在大国啊深圳这么个地位，有点像，不能说完全一样。所以印度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尤其低。他说，2021年数字仅为约20%，一度甚至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水平，目前也只是提升到40%左右。青年失业率近5年则维持在20%甚至更高的水平，这似乎比咱好像也还要差，对吧？青年失业率20%多嘛。说印度人过得都还好吗？拉詹在7月份出版的《打破常规：印度特色的繁荣之路》一书中就此阐述到，今天的印度显然存在一种不安，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他们是印度人口中规模最大且数量仍在增长的那部分群体。上层在过去10年过得还不错，下层民众能找到优质工作岗位却十分稀缺。哎呀，这个印度的年轻人遇到的问题跟咱们的年轻人是一样吗？都是就业，都是对未来预期不好。问题是咱们已经老龄化了，那印度它可没有老龄化。你看啊，这个印度跟中国一样的地方，在此环境下，考公成为大量年轻人的选择。哎，印度年轻人也考公，你说这叫什么事？拉詹对财新解释啊，这并不是因为政府岗位很多很好。他说，事实上，印度公务员工资不高，但有较稳定的住房和医疗福利。更主要的原因是正规私人部门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且印度长久以来因为文化因素，国民心理上对体力劳动存在排斥。这不是跟中国一模一样吗？咱们年轻人辛辛苦苦读个大学，也不愿意去打螺丝啊，对吧？你打螺丝给人5000一个月，人不干，人家宁愿坐办公室拿4000，也想坐办公室。就是印度人啊，他也有脱不下的长衫。说印度有太多缺乏有用技能的大学毕业生，一门心思参加公务员考试，但是政府岗位同样供不应求，这对国家来说是巨大的资源浪费。拉詹建议啊，他是一种对策是把一些与政府工作相关的职业纳入公务员考试，即使考不上，还留下有用的技能。你看看啊，两个印度啊，确实很多地方有神似之处啊，对吧？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那这个文章的最后啊，就提到了印度的转型路径之变。那既然两个印度，对吧？年轻人的心态都差不多，面临的压力也差不多，那印度也面临着转型。8月15号说，穆迪在独立日演讲中提出新印度愿景，咱们是叫伟大复兴、中国梦什么的，那印度叫新印度，反正对吧？每个国家都搞个口号，特朗普叫让美国再次伟大，对，非得有个口号啊，有个理念。那印度就是叫新印度，将农业和工业自力更生列为国家战略核心，将以本土制造替代进口依赖，这不就国产化吗？这不跟咱们走的路是一样的啊，对吧？我记得很多年轻人恐怕没印象了啊。我记得20年前那个看新闻联播啊，20年前啊看新闻联播，那每天的固定的有个时间段要播报叫国产化率。哎，就比如说哪个工厂实现了国产化率90%，完了那就是巨大成就啊。然后就是填补了国内什么空白，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啊？现在我好久没看了，反正以前啊，20年前看新闻联播，那都是必须要报这个啊国产化率。你看印度现在也是啊，执念，这都是执念，要用本土制造替代进口依赖。说你看啊，年底将推出首款印度自行研发的芯片，那人家也在自己研发芯片。你看看，他说同时宣布改革的啊什么 GST
税制结构复杂，改革将使原来的4档税率5%、12%、18%、28%减少到2档，也就是印度也要进行这个就是这个税收上面的改革。印度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在拉詹看来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也就是1995年啊，就是后期嘛。21世纪初开放经济值，那就是2010年之前这么10几年，你这感觉好像跟咱们一样啊。这现在年轻人说咱们大好时光不就是那个时代吗？印度也一样啊，说印度那段时间，印度企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但也有信心与世界其他地区竞争，所以印度的发展方向说不应是像过去几年那样不断提高关税。然后这个拉詹指出啊，他说印度啊尚无一家企业凭借其产品享誉全球，一大原因是高额关税阻挡了进口产品的涌入，这种依赖国家龙头企业的策略效果适得其反，长期处于温室保护之中，导致企业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真正的竞争力。这一点啊，确实印度比中国就差了。你中国不管怎么说啊，不管说发展的怎么样，好歹中国还有一些企业啊产品在全球那还是很厉害，这个你不能否认的。印度有没有这样的企业我不知道，应该没有，咱们还是有的啊。你看，比如说这个 TikTok， 那就让美国很头疼。你比如说啊，电商、诗音等等啊，就比如新能源汽车咱就不说了，对吧？确实啊，中国还有一些东西在全球啊，对吧？还是有说法的，比如说这个华为吧。但是印度有没有这样的企业咱不知道，按他的说法是没有。没有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印度过于保护了，你过于保护了，它没有经过国内那种内卷往死里卷，所以说它出海那就很够呛。你看他说的就是叫温室效应，国家龙头企业什么意思？就是印度他也想搞那个国企，国企能行吗？对吧？那咱们现在跑出来的这些没有一个是国企，长期处于温室保护之中，导致企业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真正的竞争力。7月24号，印度与英国双边自贸协议在穆迪访问英国期间正式签署，印度对英国的品种关税降至3%。目前印度也在与欧盟和新西兰进行自贸协定谈判，这些都是印度放松贸易政策，应对特朗普全球关税威胁的一部分。8月19日，印度政府决定在9月30日之前暂停征收对进口棉花11%的关税。此举在中国对美国产棉花加征关税的背景下，被视为印度与美国关税谈判的橄榄枝，同时也旨在缓解国内棉花供需紧张。近年穆迪政府着力推动印度制造，但拉詹认为啊，他说印度更应该着眼服务业，尤其是应对就业挑战。实际上就是说，你国家发展啊，你还得着眼于就业，就是你怎么样容纳更多的就业，对吧？怎么样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且这就业岗位还要不错，这样社会才能稳定，这样对吧？牛马韭菜才能有钱，才能去消费，正向促进经济。而如果你仅仅是说我就要高大上，那也可以，你就搞芯片吧，解决不了几个人就业，最后很多人失业，很多人对未来没有期望，那不就成了美国吗？美国现在就这样，特朗普还要把制造业搞回去，实际上就说来说去都是怎么样啊，容纳更多的就业，而且那个就业岗位还得好。那印度也是这个问题啊，从低端到高端的各类服务业能吸纳大量就业，高端服务业能带来许多支持性的中低端服务业岗位，而制造业如今在印度已高度自动化。此外，印度农业人口占比较大，太多劳动者集中在日渐减少的耕地上，令农业生产率很低。若能把劳动力转移到哪怕报酬不高的服务业岗位，如建筑业或城市废品处理行业，会带来多方面益处。当前啊 ，AI 开始冲击高端服务业。拉詹认为，印度未来的就业政策要多条腿走路，一方面通过再就再培训，让尽可能多的 IT 业从业者从 AI 中受益，而不是被取代。由于印度仍有巨大的城市化潜力，理应关注那些技能要求中等，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被 AI 取代的工作，比如管道工、木工、泥瓦匠这些建筑工人嘛，旅游业等另一些劳动密集型也可以着力。总之就要容纳更多的就业，对吧？把那农民啊都吸引到城里去就业，你不需要那么多人种地啊，那么多人种地实际上也养不活自己，那跟中国农村是一样啊。在这些领域，印度未必要成为面向全球的出口国，印度本身就有庞大的国内市场。所以拉詹啊并不认同穆迪政府既希望通过芯片制造以及制造业发展来保证国家安全的方向。他说，半导体制造业所需上千亿美元的投资对印度几乎是不可能的，将资金用于改善教育质量、扩展各领域培训是更合理的方向。也就是啊，你老想着高大上，老想着芯片制造也可以，那你一个投资大，第二个你解决不了更多的就业啊，还是让一小部分人获利啊。这个拉詹还算了一笔账啊，他说啊，2023年6月，美国的半导体企业美光投资28亿美元，
在印度设立半导体封测厂，这还不少了，28亿美元呢。但是啊，说70%的资金来自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补贴，那你说印度拿这么多钱来补贴美光在这投资，一共创造多少工作岗位呢？一共创造了5000个就业岗位。那拉扎安就说了啊，他说这20亿美元由印度方面提供补贴，相当于印度中央政府用于大学教育年度预算的1/3，这够狠的啊！拿这么多钱去补贴美光，实际上只解决5000个就业，那这个钱实际上可以资助培养数万名工程师。也就是在拉关看来，莫迪政府这笔买卖是不值当的，你就是为了面子上好看，要高大上。说最近几周，印度国内就对华关系展开广泛讨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克斯在接受印媒采访中建言说，印度和中国更应紧密合作，尤其是在 AI 领域。他认为中国 AI 技术发展出色，且选择了开源模式，这对印度寻求潜在合作伙伴非常合适。说印度则能为这一合作带来大量英语语料和数亿人的数据，对中国也有不小注意。两国合作有望抗衡美国的闭源 AI 系统。值得注意的是，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目前被排除在美国50%的关税之外。今年第2季度，印度首次成为输美智能手机最大生产国，占44%的市场份额。8月20号，苹果宣布扩大在印度的生产，以服务美国市场。5代工厂已启动新款 iPhone 17系列组装工作，包括 Pro 版本，计划到2026年底，美国市场销售 iPhone 18系列几乎完全由印度制。以后啊，你在美国买的 iPhone 18都是印度人的带有咖喱味的苹果手机，再也买不到火锅味的苹果手机了。就是在美国啊，这个采访里面提到的这个叫拉詹这个人呢，他是原印度央行行长啊，所以说通过财经网这篇报道，我们对印度啊有了更多的了解。实际上，印度遇到的问题跟大国遇到的差不多，印度的年轻人恐怕压力也很大啊，并不比咱们轻松啊。这个文章啊，他没有介绍印度的年轻人负债情况，也就是印度年轻人他是不是贷款买车，是不是贷款买房，对吧？每个人是不是背着很多贷款，负债率怎么样等等。如果把这些再介绍一下，那完全就可以感受到印度的这个国内一个状况。说来说去啊，作为牛马，作为普通人，在哪里恐怕都不容易啊。当然了，如果你在美西方的话，有可能保障会更好一点，保障好一点。但是如果你要在那过得滋润，那都得努力，都不太容易。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